詩篇43:5節，但係一個心安少、安久、安擔心，你講你是個單殺的，但上帝救你，但上帝給你通才，你係能夠得到上帝嘅恩典，你咪要讚美佢，因為到上帝救你。當你需要安久冇羅行安煩安少，你謙卑嚟到上帝嘅面前，求佢幫助你。主耶穌到了我安煩，我安少，我需要你嘅力量，需要你嘅通才，佢熱天要聽你嘅禱告。一個領頭你提求這樣講出家啲，長寫出嚟聖經，你唔識錄到嘅，唔識聽到嘅，唔識看到嘅，唔識喺你心中度領錄嘅，攏總佢增加半年，因為到你相信佢。你寫嘅，嗱，所以有人係講自己煩到冇辦法，佢手到冇羅行，你求上帝，你寫嘅禱告對嘅，嗱，佢答應你，就你心中道理唔識乜道嘅，耳孔你哋唔識聽嘅，思想你識唔識乜道嘅，目中唔識看到嘅，佢能夠祝福你，嗱，謙卑聽上帝嘅路，佢開路俾你。Amen.